有早知就冇乞兒，你有冇睇錯啊？冇聽錯，就呢棟嘢啊！依家200萬出頭就可以擁有啦，184個方。睇埋示範單位，其實示範單位咧冇乜好睇嘅，交樓俾你嘅係無批，前面嘅庭院係有嘅，仲有加埋地下室係有嘅。呢個入門咧好大氣，廚房。睇埋呢個大餐廳，3代同堂一定冇問題㗎啦。呢個客廳戚度感，呢個係別墅須有嘅檔次。主人套間夠奢侈啦。樓上仲有3間房，一個露台，一個天台，好舒服嘅。呢啲咪叫親水平台咯。同係200萬。你係買洋房，再買別墅，你自己思考下人生啦。200萬出頭，首期款又低，184個方，4房2廳2個衞生間，有天有地，仲要點喎？有興趣嘅嗱嗱聲過嚟揾我啦！